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玲涉嫌贪污已经被收押了。根据着调查，陈凯玲承认有讲收现金，有去占酒店，有来接受到性的招待，但是伊讲伊并无利用伊的职务来收人的乌西，因为伊这个口径甲伊的太太所讲的斗袂捌。台南地方法院认为，伊避重就轻，就是回避主要的责任，串讲拢讲一寡无要无紧的代志，而且甲相关的证人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好，恐惊有串口径甲逃亡的疑虑，所以甲收押禁见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